他们两人，为何总想起当年？韩大哥，没有灵根，真的不能成为修仙者吗？彩环，以你当日心智之坚，若能修行，也定会有一番成就。可惜啊，造化弄人，终究还是负了你一片真心。韩某当年也有这样一位故人，那位姑娘与我相识于微末，后来家中变故，父母双亡。韩师兄，你在哪里？彩环无家可归，此时还能相见？再见之时，他已是一名医者，救死扶伤，悬壶济世。只是由于我的牵连，他又失去了栖身之所。他为了给家人复仇，不惜以凡人之躯入局，对抗修仙者。我不会和他正面硬拼，我会像父亲教过的谋定而后。真是个莽撞的姑娘。韩大哥，果然还是那一年的烟花